你知道吗？大猩猩可以举起超过800公斤的重量，而且完全不需要去健身房。听起来很惊人，对吧？但其实你的身体也拥有类似的肌肉群，只是你忘记了如何启动它们。多年来，这些力量一直潜藏在你体内，等待被唤醒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受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并没有坏掉，只是还没有用对方法。我见过太多50岁以上的朋友，他们从椅子上站起来时会感到困难，提重物时肩膀会疼痛，爬楼梯时双腿会发抖，这些都是真实的痛苦。但这不代表你已经老了，而是代表你的身体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力量。请务必听到最后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你会继续变得虚弱，而且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。今天我要分享5个受大猩猩启发的训练动作，这些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对关节非常安全，而且可以在家中轻松完成。它们会帮助你重建全身的功能性力量，让你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感受到自信和自由。你不需要健身房，不需要沉重的哑铃，你只需要理解自己的身体。我所说的力量，不是那种用来炫耀的力量，而是真实世界的力量。这种力量能帮助你轻松站起来，打开罐子盖，抱起孙子，去市场买菜，提着行李旅行。这些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时刻。我的训练哲学很简单，把全身当作一个统一的系统来训练，而不是把每个部位分开来练。就像大猩猩不会只练手臂或只练腿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动用全身的协调和力量。在我多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见过数百位50岁以上的患者，他们仅仅透过每天10分钟的练习，就重新找回了自信的步态和强壮的身体。他们的转变不是奇迹，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开始，愿意坚持。接下来我要分享5个动作，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。超过90%的50岁以上人士无法做引体向上，但这不代表他们不能像大猩猩一样拥有强大的拉力。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启动你的背部肌肉、肩膀和前臂，同时改善你的姿势。想象你正在爬上一根结实的树枝，用全身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。这就是我们祖先每天都在做的动作，而现代人却完全遗忘了。墙壁拉力能够重新唤醒这些沉睡的肌肉群，它不仅能让你的背部变得更强壮，还能矫正长年累积的驼背问题，让你重新挺直腰杆，充满自信地行走。现在让我详细告诉你如何执行这个动作。首先，站在距离墙壁1个手臂掌度的地方，你可以使用1条毛巾或是弹力带，将它固定在与胸部同高的位置，双手握住毛巾的两端，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，与肩同宽。接下来，身体微微向后倾，让体重自然地悬挂在毛巾上，然后用你的手肘带动整个动作，把身体拉向墙壁。注意，不要用手腕或手掌来拉，
而是用整个背部和肩膀的力量。当你的胸部接近墙壁时，暂停1秒钟，感受背部肌肉的收紧，然后慢慢的回到起始位置，进行3组，每组8到10次。如果觉得太困难，你可以站得离墙壁近一点，减少身体的倾斜角度。每一次拉动都是你重新夺回直立自信的一步，你的肩膀会变得更加稳定，你的背部也变得更加挺直。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动作都变得更加轻松。现在就试试看10次，你会立刻感受到肩膀的不同。每当你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自然的硬举动作。这个动作不需要杠铃，不需要任何昂贵的器材，你只需要正确的技巧。关键在于用双脚推动地面，而不是用背部硬撑。想象你的脚底有强大的蛋黄，每一次站起都是蛋黄释放能量的过程。这个训练能够大幅改善你的平衡感、大腿力量和自信心。许多人之所以害怕跌倒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腿部力量不足，无法在失去平衡时迅速稳住身体。而这个动作正是重建这种力量的最佳方式。让我告诉你正确的执行方法。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脚掌完全平放在地上。你可以在双手各拿一个轻物，比如1瓶水或是1本书，重量不需要太重，大约1到2公斤就足够了。身体微微前倾，让你的鼻子移动到膝盖的上方。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因为它能让你的重心正确地转移到双脚上。然后深吸一口气，用你的脚跟和脚掌用力推地，同时收紧臀部和核心，强而有力地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，想象你正在把地板往下推，而不是把自己往上拉。这个思维的转变能让你的腿部肌肉正确的发力，同时保护你的下背部不受伤害。进行3组，每组6到8次。每次站起来的时候，都要专注在动作的质量上，而不是速度。这个训练带给你的第一个感受不会是疲累，而是安全感。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稳定地控制身体，更有信心地完成日常的动作。大猩猩不只是强壮，它们还具有爆发力。这个种爆发性的力量能够帮助你降低跌倒的风险，提升走路的速度，并且让你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反应。这是一种动态的力量，一种能够让你的生活更有活力的力量。有一个有趣的形容，用臀部关门，这就是保持腰部安全的秘诀。当你学会用髋关节来发力，而不是用腰椎，你就能避免许多常见的下背部疼痛。现在让我详细解释这个动作。首先，双脚打开比肩膀稍宽，双手握住一个5公斤左右的水瓶或沙袋。如果家里没有这些，一个装满水的塑胶瓶也可以。动作的关键在于髋关节的屈曲和伸展。身体站直后，保持背部平直，臀部向后推，就像你要坐在一张很远的椅子上一样。这时候，手中的重物会自然地垂在双腿之间。接着，快速地收紧臀部肌肉，用力向前推动髋关节，让身体站直。这个推动的力量会让手中的重物自然地向上摆动。
大约到胸部的高度。记住，不要用手臂去拉，而是让髋部的爆发力带动重物。进行3组，每组10次，组间休息90秒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动作可以慢一点，等到你熟悉了节奏，再慢慢增加速度和力量。2周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双腿变得像树根一样稳固，行走时更有力量，上下楼梯也不再感到吃力。大猩猩的握力可以超过1300磅每平方英寸，但你只需要其中的10%，就能提着东西走路而不感到肩膀疼痛。负重行走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效果惊人的训练，它能够同时锻炼你的肩膀、背部、核心和双腿，让全身的肌肉链接在一起，协同工作。这不是单一肌肉的训练，而是整个身体系统的整合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需要提着东西走路，买菜回家，搬运行李，帮忙搬家具。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准备好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都可能让你受伤而负重行走。正是为这些真实情境做准备的最佳训练。让我教你如何正确地执行这个动作。选择2个重量相等的物品，重量大约是你体重的10%到20%，可以是哑铃、水瓶、购物袋，甚至是2本厚重的书。重点是两边的重量要平衡，双手各握住一个重物，自然垂在身体两侧，挺直背部，收紧核心，肩膀向后向下沉，不要耸肩，然后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开始行走，走40到60步。在行走的过程中，专注在保持身体的直立和稳定，不要让重物拉扯你的肩膀，而是用整个核心来支撑重量。想象你的脊椎是一根坚固的柱子，从头顶到骨盆都保持一直线。进行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1分钟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试足赤脚在安全的地面上进行这个训练，这能够进一步改善你的脚踝稳定性和平衡感。每一步都是一个独立的宣言，你正在重新夺回身体的自由。这个训练会让你发现，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稳定，这么有力量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刘伯伯今年62岁，住在新竹，他曾经连爬楼梯都不敢，因为担心自己会失去平衡跌倒。每次看到楼梯，他都会选择绕路，即使那意味着要多走很远的路。3周前，他开始每天练习绳索拉力。一开始，他的动作很不协调，手脚无法同时发力，但他没有放弃，每天坚持练习。3周后的今天，他对我说：“医生，现在我提行李上火车，手都不会发抖了。”他的眼中充满了自信和喜悦。这个动作之所以如此有效，是因为它能够重建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连结。当我们年纪渐长，这种连结会逐渐减弱，导致我们的反应变慢，平衡感变差。但透过正确的训练，我们可以重新唤醒这些连结。现在让我教你如何进行这个训练。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。如果你有弹力带或绳索，可以将它固定在高于头部的位置。如果没有，你可以用一条毛巾挂在门上，或是请家人帮忙握住绳子的另一端，双手握住绳索，
手臂伸直向上，然后同时用力将绳索向下拉，并且用双脚用力踩地，这是一个全身协调的动作。当你的手往下拉时，你的脚要往下踩，你的核心要收紧，整个身体形成一个稳定的力量链。进行3组，每组6到8次。如果觉得太困难，可以使用较软的弹力带，或是让身体稍微向后倾斜，减少阻力。这个训练带给你的不只是力量，更是信心。你会发现自己的反应变快了，平衡感变好了，移动时更加自信了。你不只是在锻炼肌肉，你是在重新教导身体相信自己。在开始任何训练之前，我必须提醒你一些重要的安全事项。如果你曾经接受过腰椎手术、膝关节手术，或者被诊断出有骨质疏松症，请务必在开始训练前咨询你的医生。这不是要吓你，而是要确保你的训练是安全且适合你的身体状况。我想告诉你，慢慢开始并不可耻，身体喜欢的是持续性，而不是高强度。就像一棵树，它的稳固来自于深厚的根基，而不是因为经历了多少暴风雨。给自己时间，给身体时间去世应第1周。你可能只能做祭祀动作就感到疲累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第2周，你会发现自己进步了一点点。到了第4周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改变。不要急，不要跟别人比，叫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。你唯一需要超越的，就是昨天的自己。记住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宁可慢一点，也不要急于求成而受伤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耐心和尊重。你不需要像大猩猩一样强壮才能改变人生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强壮一点点。我所说的力量，是真实世界的力量，是让你能够轻松提着购物袋回家的力量，是让你能够爬上楼梯不喘气的力量，是让你能够抱起孙子转圈圈的力量，是让你能够独自旅行探索世界的力量。这些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却是生活中最珍贵的时刻。它们让你感受到自己仍然年轻，仍然充满活力，仍然拥有无限的可能性。现在，我希望你做一个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选择其中2个训练动作，持续练习4周，不需要太多，每天10分钟就足够了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身体一个机会，去证明它还能够变得更强壮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因为他们也值得感受到强壮和自信，他们也值得重新掌握自己身体的自由。不要让年龄定义你的力量，让运动来定义它。我们不是因为年龄而变老，而是因为停止运动而变老。让我们一起运动吧，用智慧，用坚持，用对身体的尊重，重新找回那份充满活力的自由。你的旅程从今天开始